唔知大家喺日常生活入面有冇遇過以下呢個情況呢？你可能覺得自己喺感情路上總係不停跌跌撞撞，每一次拍拖，一開始明明好甜蜜，但係日子一耐，同一種爭吵，同一種失望，又再輪迴一次。有時你會問自己，點解我總係吸引到錯嘅人？點解我付出咗咁多，但係最後都係得唔到我想要嘅安全感同埋愛？又或者你明明結咗婚，身邊有伴侶，但係每當夜闌人靜嘅時候，你依然覺得好孤獨，覺得對方根本唔明白你。你可能試過睇好多兩性關係嘅文章，甚至同朋友訴苦，將個責任推落對方身上，覺得係對方唔夠好，唔夠體貼。但係你有冇諗過，其實真正嘅問題未必完全喺對方身上。呢種無力感同埋對感情嘅迷惘，你有冇經歷過呢？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呢個以廣東話推介好書嘅頻道。我哋嘅頻道名叫做點讀，我係你哋嘅主持 Dimi。喺呢度，我哋會揀選一啲能夠啟發思考、提升自我嘅好書，將書入面嘅精華同埋智慧轉化為大家可以直接應用喺生活上嘅力量。而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呢本書，正正就係可以解答頭先我提到嗰啲感情煩惱嘅一條鎖匙。呢本書嘅書名叫做《It Begins with You》，這一切始於你。作者係 Gillian Turecki。Gillian 係一位非常有經驗嘅兩性關係教練老師，佢仲主持緊一個好受歡迎嘅 podcast 節目，叫做 Gillian on Love。喺過去幾十年嘅職業生涯入面，佢接觸過無數對情侶同埋單身人士，幫佢哋克服焦慮、依附、自我破壞嘅行為，從而修復佢哋同伴侶以至同自己嘅關係。Gillian 嘅風格係充滿同理心，但同時又非常一針見血。佢唔會淨係講一啲好聽嘅說話嚟安撫你，而係會好直接咁點醒你。而呢本書《It Begins with You》就係佢將多年嘅輔導經驗濃縮而成嘅心血結晶。跟住落嚟，我哋就一齊深入去睇下呢本書嘅內容。作者 Gillian 喺書入面帶出一個好核心嘅思想，就係如果你想擁有一段充滿連結、安全感同埋情感親密嘅有意義關係，你必須要向內尋求，因為喺你所有嘅人際關係入面，唯一一個不變嘅共同分母就係你自己。我哋好多時都會將感情失敗歸咎於遇人不淑，但作者好殘酷，但又好真實，咁話俾我哋聽，其實一段關係就係一面鏡，反映出我哋同自己嘅關係。為咗幫我哋由根本去改變現狀，作者喺書入面提出咗9個我哋必須要接受嘅核心真相。我哋而家就逐一去拆解呢9個真相，睇下佢哋到底想帶出啲咩信息，同埋我哋可以點樣喺生活入面實踐出嚟。第一個真相，亦都係本書嘅書名，一切由你開始。It begins with you。呢個係一個關於責任嘅課題。我哋好容易會陷入一個受害者嘅心態，覺得自己感情唔順利，係因為運氣差，因為前度太衰，或者因為呢個世界根本冇好男人、好女人。但 Gillian 提醒我哋，要建立健康嘅關係。第一步就係要為自己嘅人生同埋選擇負上100%嘅責任。你要問自己係邊個選擇咗呢個人，係邊個容許對方咁樣對待自己。當你將注意力由改變對方轉移到改變自己嘅時候，你先至真正攞返主導權。實踐嘅方法好簡單，但亦都好難，就係由今日開始停止埋怨。當關係出現問題，首先檢視自己嘅反應同埋行為模式，問自己可以做啲咩去改善個局面，而唔係坐喺度等對方改變。第二個真相係，大腦係一個戰場。The mind is a battlefield。我哋嘅大腦其實好鍾意製造一啲虛假嘅故事嚟嚇自己。例如伴侶遲咗覆 WhatsApp，你嘅大腦可能已經上演咗一部長篇連續劇，覺得佢係咪唔愛我啦？佢係咪出軌啦？佢係咪嫌我煩啦？呢啲負面嘅內在對話就係扼殺關係嘅元兇。作者喺呢度想帶出嘅訊息係，我哋必須要學識覺察同埋管理自己嘅思緒。當你發現自己又跌入焦慮同埋小劇場嘅時候，你要學識退後一步。問自己呢個係事實
定係我大腦編造出嚟嘅恐懼？要實踐呢一點，你可以嘗試每日花少少時間做正念或者冥想，練習去觀察自己嘅思想，而唔好俾思想帶住你走。你要明白，你嘅諗法唔等於現實。去到第三個真相，我覺得對好多現代人嚟講特別有共鳴，就係慾望唔等於愛。Lust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love。喺而家呢個交友 App 盛行速食愛情嘅年代，我哋好容易將強烈嘅化學反應、身體上嘅吸引力，甚至係嗰種充滿戲劇性嘅拉扯，誤以為係真愛。作者一針見血咁指出嗰啲令你心跳加速、患得患失嘅感覺，好多時只係因為你嘅焦慮依附被激發咗，而唔係真正嘅安全感。真正嘅愛係平靜嘅，係穩定嘅，係建立喺互相尊重同埋一致嘅價值觀之上。一個實用嘅例子就係，當你再遇到一個令你愛得轟轟烈烈，但係行為反覆無常嘅人，你要有意識咁提醒自己，呢個可能只係化學作用或者創傷羈絆，而唔係一段可以長遠發展嘅健康關係。第四個真相可能係老生常談，但往往係最難做到嘅。你必須要愛自己，You have to love yourself。你可能會話，我成日買靚衫俾自己，去食好嘢，我好愛自己啊。但 Jillian 講嘅愛自己，唔係表面嘅物質享受，而係深入到骨髓嘅自我價值認同。如果你心底入面覺得自己唔值得被愛，你就會冇意識咁容許別人踐踏你嘅底線。甚至會推開嗰啲真正對你好嘅人，因為你覺得自己配唔上。要實踐愛自己，作者建議我哋由日常生活嘅小細節開始，例如堅守自己嘅界線，學識拒絕一啲消耗你能量嘅人同事，停止對自己作出嚴厲嘅自我批判。當你真正學識點樣愛護同尊重自己，你先可以吸引到一個同樣懂得尊重你嘅伴侶。第五個真相係，你必須發聲講出真相。You must speak up and tell the truth。好多時為咗避免衝突，又或者害怕失去對方，我哋會選擇將自己嘅真實感受收埋，一味迎合伴侶。但係如果一段關係係建立喺委曲求全之上，呢段關係注定係脆弱嘅，壓抑嘅情緒最終會轉化成怨恨，一次過爆發出嚟。作者帶出嘅信息係，勇敢表達自己嘅需求同埋感受，係建立親密感嘅必經之路。試下喺下次遇到不滿嘅時候，唔好用指責嘅語氣，而係用我作為開頭去表達。例如，與其話你成日都唔理我，不如試下話，當你成晚都望住部手機嘅時候，我覺得好被忽略。我希望我哋可以有啲專心傾偈嘅時間。呢種就係真實而勇敢嘅溝通。第六個真相提醒我哋，你需要做最好嘅自己，即使喺蜜月期之後。You need to be your best self, even after the honeymoon。好多情侶喺啱啱一齊嗰陣，都會將最好嘅一面展現俾對方睇，但時間耐咗，覺得感情穩定咗，就開始鬆懈，甚至將對方嘅付出視作理所當然，將自己最差嘅脾氣發洩喺最親密嘅人身上。Jillian 提醒我哋，愛係一個動詞，係需要持續經營嘅。我哋唔可以因為結咗婚或者拍咗好耐拖就放棄自我成長。實踐呢一點就需要我哋保持對伴侶嘅好奇心，持續為關係注入新鮮感，同時亦要繼續發展自己嘅興趣同埋事業，保持一個獨立而有魅力嘅靈魂。第七個真相，聽落有啲傷感，但非常重要。你無法說服別人去愛你。You cannot convince someone to love you。如果你曾經試過死纏爛打、委曲求全去求一個人留低，或者不斷向對方證明自己有幾好，希望對方會回心轉意，呢個真相就係為你而設嘅。愛情唔係一場辯論比賽，你用盡邏輯同埋付出都無法改變一個唔愛你嘅人嘅心。當你拼命去說服對方嘅時候，你其實係喺度貶低緊自己嘅價值。作者希望我哋明白，真正嘅愛係雙向奔赴嘅。當一個人俾唔到你想要嘅愛，最勇敢嘅做法係優雅咁轉身離開，將嗰份愛留俾一個懂得珍惜你嘅人。第八個真相係，冇人會嚟拯救你。No one is coming to save you。
我哋由細到大睇好多童話故事或者愛情電影，潛意識入面可能會渴望有一個白馬王子或者真命天子出現，拯救我哋脫離孤獨、貧窮或者原生家庭嘅痛苦。但係如果你將自己嘅幸福完全寄託喺另一個人身上，你只會為對方帶嚟巨大嘅壓力，同時亦令自己變得非常脆弱。呢本書帶出嘅重要信息係，你先至係自己人生嘅拯救者。你嘅快樂、你嘅安全感、你嘅經濟獨立，全部都應該由你自己去創造。當你唔再外求，而係內求嘅時候，你就會變得無比強大，而你嘅伴侶就會變成你人生錦上添花嘅同行者，而唔係你嘅救生圈。最後，第九個真相，亦都係最深刻、最需要勇氣去面對嘅一個，你必須與你嘅父母和解。You must make peace with your parents。呢個章節真係非常觸動人心。我哋好多成年後嘅人際關係模式，其實都係原生家庭嘅翻版。如果你心底入面依然對父母充滿怨恨，覺得佢哋以前偏心、忽視你，或者對你太嚴厲，呢啲未被療愈嘅創傷就會無意識咁投射喺你嘅伴侶身上。可能你會因為伴侶一句無心嘅說話而大發雷霆，因為嗰句說話觸碰咗你童年嘅痛處。和解唔代表你要認同父母以前嘅做法，亦唔代表你要勉強維持一個有毒嘅關係。作者所講嘅和解，係指喺內心深處放低嗰份執着同埋怨恨，明白父母都只係有局限嘅普通人，佢哋當年可能已經用盡咗佢哋嘅認知去愛你。當你原諒咗佢哋，或者至少接受咗過去，你先可以真正斬斷嗰條隱形嘅鎖鏈，自由咁去愛。講完呢九個真相，我想分享少少我自己嘅個人感想。睇完《It Begins with You》呢本書，我最大嘅感受係，原來我哋一直以嚟對愛嘅理解可能都係錯嘅。我哋習慣將眼光放喺外面，用放大鏡去挑剔伴侶嘅缺點，或者喺茫茫人海中尋找一個完美嘅人。但係 Julian 狠狠咁升咗我哋一巴，令我哋清醒過嚟。如果一間屋嘅地基係爛嘅，你買再靚嘅家私擺入去都係冇用。嗰個地基就係我哋同自己嘅關係。書入面有好多真實嘅個案分析，令我睇到好多似曾相識嘅影子。嗰啲因為缺乏安全感而不斷查伴侶手機嘅人，嗰啲因為怕被遺棄而一再容忍伴侶出軌嘅人，其實一切嘅根源都係因為佢哋唔懂得愛自己。呢本書唔單止係一本兩性關係嘅書，佢更加係一本深度嘅自我療愈手冊。佢教識我要改變命運，首先要誠實咁面對自己嘅陰暗面同埋脆弱。總括而言，呢本書嘅核心價值觀非常清晰：一段健康長久嘅親密關係，唔係建立喺好彩遇上啱嘅人，而係建立喺你對自己嘅深刻了解、接納同埋持續嘅成長之上。由承擔責任、管理大腦嘅負面思想，分清慾望同愛，建立自我價值，勇敢溝通，持續進步，接受現實，自我拯救，到最後同原生家庭和解。呢九個步驟為我哋提供咗一幅非常清晰嘅路線圖，引導我哋一步一步咁由內到外去修復自己。當你成為一個完整、自信、充滿愛嘅人，你自然就會吸引到同頻率嘅美好關係。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，非常之感謝大家嘅耐心聆聽。我知道面對自己嘅過去同埋陰暗面係一件好痛苦嘅事，但係正正係因為你願意去面對，你先至有機會迎嚟蛻變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喺愛嘅路上，先學識好好擁抱自己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對你有啟發，期望你可以繼續收聽我哋點讀頻道嘅其他影片，記得留言，俾個 like，同埋將呢條片 share 俾你身邊可能都需要聽呢番說話嘅朋友。另外，如果你有任何想我哋幫手點讀、深入分析嘅好書，非常歡迎你 DM 我哋，話俾我哋知。最後喺影片完結之前，我想留低一條問題俾大家反思下：喺你過去嘅感情經歷入面，有邊一個重複出現嘅問題，其實係反映緊你內心深處某一個未被滿足嘅需求或者恐懼呢？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同我分享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